呢，等于黑讲选对人了啦。这个对陈汉来说易如反掌。那都要他唔重新牛拜设立谁？係啊，先分金本椅。我检查。真的要檢查一下，感覺差兩水田。你哪兩家啥？哇！小心小心！它是活的。请你帮我遮我的脸比较重。好，遮他的脸。很烫啊，很烫。哇，這強秀的面團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等下也是表情風哦。這邊有一個很怕刀子的經理人，好生氣的，離超遠，他應該是人生第一次拿刀子。你平常心拿麥克啊，豆啊。哎，拿麥克。來英姐怎麼辦？要是我們贏了，惠妹可能會拿菜刀哎。你該不會來陰的吧？光明正大，光明正大。世界級嘅早茶牛呢 PK 咚咚咚咚咚，計判冠軍。我哋白客唔是的啦，主持的啦，應該什麼主持的啦？幾隻白哦，連道具哦，是剪切走在寫的哦。對啊，你確定不會硬嗎？不會太硬。慢慢主持，你先去導宣同享受一下。哎，怎麼的啦？那講食材哦，一邊主持一邊學嘅感覺。而且尤其是開場。對，太幸福。哎，我哋講今日攬水哦，真嘅係獨計判嘅冠軍。哎呀，不但將周茶冠軍，都給咩啊？他只是都給盤冠軍嗎？而且是虎口區代表啊，應該偏沒動離婚呢。哎呀，冇多，哎，冇多。用周茶。對。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阿志龍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龍。分享。兩個好，大家好來分享到係親友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妹，大家好。兩個好。三號來分享到鳳吹嘅潛水站，係來自桃園龍潭嘅梁子愛，分享到也嘅來演之劉陳泰。放羊。周茶天娘哦。嘿，穿到第三台咧，係啊，8年級哦。啊，後生，沙哈裏面係後生嘅代表，係來自新竹夫橋哦，他們是祖孫黨哦，分享長富妹，還有張敬璇。敬璇就係那個羅通時的啦，對，裡面係講下嘅主持人，主持人，久違了，都冇看到。阿婆咧，我按後生嘅土里啊。係啊。真嘅阿婆也係媽媽。阿婆81歲啦。冇可能。18歲，等下主持嘅時節到大家共下來分享，好嗎？好，先來看一下鳳吹百寶箱底度係乜雞呢？長坤。哎呦，保重一口酥。乜研究嘅咧？加記啊！哇，好香哦！用安尼自家嘅茶，嘛個茶來做啊？涼前包種茶，保重。算無涼茶嘅一種做法。咁個意思就是枸杞係哈，一大自主金鐘獎包中，係咪啊？用我自己的。對。係咪啊？用。好，咁個陳太呢，佢係第三胎傳人呢，加來演之呢係到一個中國梅煙加過來嘅，加過來嘅錯。客家新橋，定係有而非做一個梅煙菜體客家料理麼？有就代表客家人的料理嘅食材啦。記得比賽咪動厲害，因為陳太好像有得到一個國際的一個什麼獎項，對不對？最近有得到一個比利時的3星那個是什麼？做雞盤的嗎？不是啊，ITQ 控紅茶哦，東方美人茶，而且聽說這個食品改地北都嘅最高榮譽。哇，世界級嘅。那今天手下留情哦，等於就是穩坐冠軍寶座了。濕坤坤。因為今天我們沒有要比賽做雞排，但也沒有比賽做茶。沒有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剛剛這個一口酥好吃嗎？哦，好吃嘞。而且回頭而且你還包種茶一口酥，你還 dress code 啊？哎，有啊，有穿很適合當你們的茶小姐。代言人呐。好處你本身係做主持啊，假使就底盤嘛個線穿的髮筒推廣的時間。哎，或者是更深入的認識也可以，對不對？冇走的，給我們一起也有做什麼外景，對不對？活動的、外場的主持人係發筒嘅。啊，線女小介紹，給你帶來蠻好些。好，嚟到我帶來客家菜包。係咪主持人？係咪主持人？真的，對，去給他做效果。阿婆做位嗎？唔係，林沙做位嗎？福州當有名嘅，有名嘅，很好吃。因為我不會動用，你地不會用，哈哪用？我從頭攞去買。
哦，忠实顾客。前天开同学会也跟他买了紧张了100多个，你还同好很多哦，给同学伴手礼还。敢监督啦，妹姐上面是伴手礼啦。惠妹姐哦，第一做出来嘅经历哦，超过1甲子嘞。该下吼，一开始讲嘅独家拍摄，它的其中之一个动煞皮的时间。其中一个，我都要他唔重新明白是历史。对啊，身份证本椅，我检查，真的要检查一下，我要检查一因为下。感觉在差2水田。哇，我综艺摔了，对吗？嘛，他听那个梁改哦，梁祝哦，都系这个比赛的常胜军。等一下，用心来挑战，冇问题。我们马上就来金行体育馆嘅 PK 赛喽。用心来挑战，第一关考验两嘴对食材嘅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要通脑筋，还要比反应。2片变数量，顺来万人较厉害。请出击嘅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喽！哎，接到客服电话，你下一架自主哦，动作的来宾哦都反映讲哦，来之前呢，做梦。做噩梦，记到上哦，哎呦，唔但是我来煮菜，还我来挑战向前，来挑战俩关。难道都係冇時間做？冇，根本冇睡冇。係啊，前幾天都有睡好嗎？各位都沒睡，冇睡好，冇睡哦，周末可以不冇睡？周菜，周菜不是我們的問題，沒有問題啊。好，等一下嘅發這個題目地位圖哦，又對客家文化料理啊，了這個東西嘅了解之外，他們又利用起來實做題哦。冇錯，阿兩組呢總共加起來神奇，就代表講師傅做的先幾道紅食材來變料理。好啦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咱隨先來競選。係，阿婆，哪一張？我要選哪一張？很矮，神快手，前快手，這就是為了你準備的。來。好，製作題。哇，第一個實作題呢，第一題就先到嘅哈。哎呦，你有講呢，等下2位當中派出一個做代表，限時到1分鐘當中啦，10粒嘅鵪鶉蛋夾到哪位嘅盤嚟度，就上過關呢，馬上來送道具咯。好，第一個阿婆唔使緊張，哎呀，做唔得，還你阿婆當中下季誒，你還忙開始哦，哈，下季誒，給你面子的鼓。旁白有信州染金福棋盤，你要叫我神快手。比賽哦，他一定也是神刀手，他也可以。係啊，各種比賽都會排你題哦。好，等一下60秒聽聽哦，60秒啊夾10粒哦，30秒夾5題哦。好，準備好了，他勝券在握了哈。對呀。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蠻簡單哈。他不簡單，要平的。對，因為還可以含入水呀。他人生中遇到最大挑戰。啊！那轉，哎，錯。平的，蠻簡單哈。哎，南外加球，南外也加球。哎，你不要緊張，不要緊張。你先抓到訣竅，第1顆、第2顆先抓訣竅。不要緊張，先熟悉。加重，簡單。它裡面還有小雞啊。對。好，很棒。你加嘞。有抓到訣竅了，对，飘飘跳。对，他用手在没有隔空一样可以把它推过去。太快了，导播都拍不到。你，他真的很认真比赛的。你有找到这个游戏的 bug 呢？很棒。手上面，起，不可以总冠军，荣上主理。各種比賽都難不倒你呢。你喺人生當中真係冇辦法輸嘅哈。對啦，你跟競選一起這樣，然後我說虎口區總冠軍這樣，1、2、3，虎口區總冠軍。好，稍等下來玩風錘哦。主持人先哪一題呢？後炸子呀，為了你準備的。問題了，推下嘍。實作題。實作題哦，風錘哦，等下2、3人當中，我派出1、3人，盲喝3杯茶，而且呢，最關鍵就是這有點順序下出都得係馬茶，按照去算過關呢，搶送道具。另一題呢，等於係講選對人的啦。這個對承翰來說。易如反掌，不用喝就可以猜到，你要不要直接猜了？对啊，你用闻的啦。现在前面有幾杯？應該看不懂。沒有，開玩笑，開玩笑。那我們就來見證奇蹟嘍。好，好，搶開始，來迎記先拿第1筆本人的神態來領看啊。
先闻，有想法嘞哈。会不会是我们泡不好？奉茶。哎呦，好，先记起来，现总在想，因为我们还要考记忆力。对对对，而且最难的是因为第一杯会影响第二杯，再来影响第三杯。他没差。好，咋个来提你不第二杯，这很像醋。是真的我们泡的问题吗？无聊。哦，好，那你先记下来，你先记下来哈。准备一步哟。等下猜错一定是我们泡的问题。绿茶。好，好，请作答。那你可以把眼罩慢慢打开来。体积不一。好，来看一下答案哦。来博前先拿一下拿灯办的哦。好，本台个看一下。第一笔哦，好。好，这个第一杯是红茶，对的。体积不以风差。第一笔黑马盖嘞。哎呀，点多嘞，绿茶。水木是不以。无聊。东方美人。东方美人。这一定是我们泡的问题。嘿。泡你可能差种美就相关。其实讲真嘅，能有常用的泡，真的决定很多。这冲泡问题，可能你喝太少了，多喝一点。后高听听啊，后高听听。泡常用的泡温度跟那个茶叶的量决定很多啦。一般要测的话，就是用平键泡，就是会比较准。好，撒下来哦，往冷水里展现一下嘞。吃到都得有限客家面不会甜。通常这一题都係清難嘅。唔對哦。來。好啦，客家諺語講到沙龍跳怪款嘅意思係乜嘢呢？怪就是青蛙嘛。A 不遵守承諾 ，B 是物以類聚 ，C 係撈其他人串通。嗱，知道係 C 嘅，做對冇？物以類聚。啱嗎？嘅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其實係 C 咯。其實係糖酒師嘅。我哋阿弟波嘅意思係嘛嘅咧，沙龍哦，就是蛇的窩啦。那怪 foot 係嘛嘅咧，就是青蛙的窩。那照理來講啊，跟兩改動系哦，它是一個食物鏈的關係，所以呢，兩改動系他們一般來講是不應該同伙的，結果跟四代哈竟然串通，所以意思就是說沆瀣一氣啦，狼狽為奸呐。哦，跟西洋菜。西洋菜。好，這有點難，有點難。好，撒下來，風吹。風吹要先來提。先面面七多。好啊，它分成客語。面面七多。妹妹姐，你講哪個？應該是 B。好累。對啊，你對我宣布作假。目前司就係紅血超有豬嘛敢吹？司就牛排好鹹呢。至少有1比例豬啊。下晡咧煮一個油麵嘅長絲哦，那一個係正確嘅。A 起鍋過後，愛過用冰水撈佢冰鎮。B 係講麵落去嘅時節，煮滾過加冷水。C 係加入香油，做得比本樣麵條更加滑順。應該係 A 吧。落冰水。起鍋之後，佢會加冰水，為什麼？本地唔會按你上面，然後麵條較 Q。哦，陳太你嘅想法係乜嘅？應該是 C。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其實都唔係哦，係 B 哦。你講 A 啊？嘿，佢講 A，阿蘭姐講 C。阿妹妹姐，你講哪個？應該是 B。好累。對啊，你對我宣布作假。好啦，那大家好，順便一下哈，因為香油都帶溫的時節哦，它會凝結，所以加入麵條之後會讓香到麵條口感嘛，所以莫加香油哦，建議大家加係沙拉油啊，也係植物油。啊，油麵哦煮過之後就撈起來哦，咪唔建議大家過冷水，也係過冰水，因為它會吸水啊，會膨起來。啊，不過做乜嘅煮滾之後水，肯會加冷水落去，就係因為煮滾之後水又嘅溫度下降，所以凍容易會造成個麵條外軟內硬。
加浪许以后呢，它可以有一点降温的效果，慢慢疏肥，慢慢熟透，让面心绝对变行院对了哟。这好难哦，学习了。好，加油啊！目前司机有是红色草药朋友。一定有猪吗？该吹。司机牛排好咸呢。至少有1比例猪啊。哦，那是1比例猪。至少1比例猪还没做对啦，加油哦！撒点下落，撒多落吧。我先来。豆浆一万元。挑嫩豆浆。有关挑嫩嘅讲法，哪个係正確嘅？A 係講佢嘅鈣質含量啊，嗬，比牛奶更加高。B 係做得減少腦栓塞就會腦中風啦，嘅一個風險。C 係講痛風嘅人做唔得練。第三，哎呦，马上就讲。你乞丐的是个人经历还是因为看过？我比较理想。他有当过护理人员。不能喝什么？不能吃豆类。我看一下正确嘅答案，嘿，其實係 B 哦。不敢相信。我倒帶做乜嘅咧？先老大家講一下 A 號咧。其實頭年當中啊，嘅膏藥係非常的少誒，基本上1公克都不到哦，大概只有14毫，100公克的豆漿哦，只有14毫克，所以牛奶呢有100毫克，差不多有10倍少哦。哇！那家下講到誒。豆質 C 做乜嘅痛風嘅人哦，做唔得練呢？係因為有當中嘅研究講哦，豆製品哦唔係誘發尿酸還有痛風的主因哦，所以痛風嘅病人哦，記得做啲適量的食啲豆製品，會引起痛風跟尿酸的是動物性蛋白，唔係植物性的蛋白。而且一般人哦，大部分人哦，如果多的吃豆製品，電都含走在減少罹患痛風的風險。真的。而 B 這個選項係最低的，因為係切開就血算的你叫問題嘛，所以豆血你要在頭內哦，動中嘅鎂跟鈣，它可以降低腦血脂，可以預防腦栓塞、腦出血，改善因心血管嘅控制。哇，長知識了。好，不說豆是挑呢係好嘅啦。嘿，錯，是動物性的蛋白總得選。痛風嘅人咪做得是啦，哈。好。撒下來。風吹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應該係真的。可以係咯。下杯是整病嘅步驟，哪個係正確嘅？A 係講細纖維嘅菜瓜布來食來搓，哦。B 係講用牙嘅鐵锹嘅來搓。也係講是用小水來沖洗。哎呦，按 get 哦。熟水它有消杀菌的效果。哦。它可以代掉油脂。对。陳太有試過嗎？有。那你是用哪一個方法 ？A 啊。A 加 C。A 加 C， 確實啊，因為它開熱水。那如果答案是 B 的話，還是？我覺得啦，因為啊哈，我們食材也不多，那我們來聊一聊，因為我也不知道，可是呢，我的感覺，你的判斷標絕對不會是 B，先散開，因為不會刮傷嘛，接住你們熱水基本盤，基本盤，因為你洗東西不可能用冷水洗吧，那有沒有可能是 A？唐太以後想我改答案，也係堅持初衷。這邊不可能不開水吧？應該先講，佢係唔啲答案的哦。我不知道。他是分析啊，可是我是分析師，我是答案師。但是我要洗站標。好，確定。好，我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就係。陳太果然是有做家事哦，告一下台港王用辦寫這邊長得強力麗哦。為什麼要用這個細的纖維菜瓜布呢？千萬莫用鋼刷哦，你要動醋誒嗆敷有機會，因為剛才民主美就講到，它會有刮傷傷痕。那你出現這個傷痕啊、刮痕之後，該地板都會縫啊，就會上細圈啊，它就會滋生細菌。還有千萬莫用燒水哦來沖洗，因為食物殘渣的蛋白質，加是都多熱，它就會凝固，所以它就會掉到嘅正病當個，電到含某種就做在洗牆內哦。因為你剛剛講的熱水殺菌的效果有超過100度咁麼有效果，但是一般的燒水都差不多可能40度甜甜，燒甜熟甜。好，哎呦，好多咧，恭喜！恭
恭喜你保了一样食材啊，不客气啊，好煮啦，不要好听啊。这代表讲目前系偏粉，偏粉对哈。来，蓝队要先来提，咱吹啊，你是平易近人的还是？来看一下，下波有关切开过后嘅另个啊，哈，那个讲法，那个唔错，哎，就讲氧化啦，哈，变过后营养会流失。低柠檬汁当中都当个做得每被氧化，但瓜皮来说营养较完整。好，那个唔错嘅哦。好，其他讲样都氧化，就是讲变糊啦。哪一个是不对的？哪一个是不对的？他还是觉得他看不到。营养会流失吗？唔会吧？还是会，还是低柠檬汁有好过。还是竞选决定。好啊，竞选呐 A 啦。好，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。嘿，恭喜竞选。哦，等下就糖机来哈。这些令狗切开了以后，去嘟到碰起哦，它就会出现黄褐色的那种青口，它就代表它氧化了。可虽然蝙蝠还唔好看到，但它只是稍微流失开一些多酚类的物质，完全不会影响到令狗去本身主要应用的价值到，因为它还有糖类啊、膳食纤维，它的应用心腹呢不会受到氧化而影响。啊，但这有一点陷阱，因为一般人会测讲氧化是维他命 C 就没了。但不会有这个问题。系啊，该下讲到的 B 啊，电动低雷梦水哦，从什么用用？啊，维他命 C 要加防晒乳，才能，它就可以变黑嘛。对，苹果也是这样。对啊，所以基本不会变腐。对，嘿，恭喜哦。懂了啦，学习了哈。好，水母已经提了哦。摸好咸呢。对，拜托，最少10个地一份哦。摸好咸呢。玛雅嘅汉呢，也係偶嘅時節，有時是會看到橙色嘅內部，係因為乜解呢？係講有污染嘅東西，比係講食物慢消化，是係不用太久過後氧化。B，所以咧是走咧。啊。哦，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水母已經用成功對手哦，就係 B 啦哈。因为底下哈，台湾哦，冻豆嘅这种刚刚讲到含了啊，它就偶尔都是台体都系养殖的啦。佢哋是买东西咧，都系天然嘅藻类作为饵料，所以佢食到嘅呛色嘅藻类之後哈，撩起咧，佢肚好可能正在大快朵颐啊，忙效法搬迁啊，所以你可能地পৰি都會嗆色，咩重金屬含量，也不是污染物哦，那個是藻類，所以大家做啲按心來食哦。好，好，恭喜。香樹。好，西紅吼。你係越紅，你係伊比利豬吼，伊比利豬。我用槍講哦。哦，伊比利豬。天葉紅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要韓式年糕。哦。那要配辣醬啊。撈頭，你啊，去煎炒。我而家去煎炒。撈你啊，豆瓣醬，吼，是你啊，西紅。好，馬上來看一下師傅用版編發嘍。師傅上菜了。Hello， 第一次料理呢，師傅我用高級食材，正經喺當然不開冰箱，這種可能出現哦。每一次你煮的時候，好啦，你小記下，我點樣要煮嘛？該菜名。然後菜名按到塔香伊比利豬。哦，塔香是嘅啊，起身炒特選出到嘅，啊啲係伊比利豬嘅梅花肉嘅鋪。哦，佢下優化，啊啲係豆瓣醬，啲係韓式年糕。好，啊像你啊。韓式年糕咩葱葱嘅咩，你切對白吼，啊，等間用破嘅吼，我變下段咯，變下段，因為啱你要像切到像骰子咁樣嘅。哦，你做啲切到像日式款。嘿，啊，你骰子豬。啊，我以為你要煎豬排。啊冇，哈，你是切到。哦。你要打嘛？還蠻油溫還蠻濃。你看，你要油哦。因為有豬肉的油花，那麼像牛。像和牛。哎呀，去現在買啊，有沒有精巧誒？比較高級嘅，該超級市場使用嘛。好，然後年糕落去泡吼，溫度是180吼。好，夠溫度。像你之前炒油啊，是切油，一般切到油吼，啊一般是按用因。哦，我等下切在炒變咗糖板，一下醬。啊，假使呢個湯板啊、年糕啊，冇那來泡，其他用水來煮做得嘛？做得啦，因為弄煮嘅佢下袂黏，你看你下是點樣黏你哇？也係因為佢嘅素素嘅感覺。嘿，像你按素素，你要先留起來。像你兩沙做師傅啊，湯板按豆吼，你們最喜歡用的年糕是哪一種？
小心小心，那是活的，请你帮我遮我的脸。好遮他的脸。啊，这年糕受热当叫的吧，就会底部不空，因为就空气的嘛，压力。四川叔叔啊，永远炸个汤圆没重要。哦，从了后火油哦，好的下嘅速度下降。我基本上油法按倒，火锅以后唔会喊下油哦。唔会，豆瓣酱。也主要炒到不给熟，然后提车叉。哦，然后火锅下香啦吼。上来豆瓣炒了水，安尼炒本香是水多一点咯。唔是强豆吼，唔是强豆。老汤。这样是不是就有点像韩式辣酱？差不多，改良做从中式来用。不要忘了我们的伊比利啊。对。很烫啊，很烫。哇，这香烧的面团。Oh my god！ 表情风哦。其实给我研究哦，差不多，因为给主要啊，它没有像像个牛跟昂烟，它可以吃圈手，它要圈手。哇，颜色好漂亮！这个油脂，哇塞！你火锅鱼有海南风哎，海南风啊，看冻肉，也还是冻肉皮嘞，伊比利猪，哇，挑肉皮哎，会挑布哦，挑布炒，你没会挑啊？我要挑布炒菜啊。哦，你跟我一起运动，对不对？哎，one more two more，年糕变落去。像了，我哋切到油加切成炒油啊，因为塔香嘛。哦，所以量才要这么多。我们做大鸳鸯小鸳鸯是差不多好的。哦，看起来真的很漂亮。你要先起啦哈。好，你走在起枪板呐。很烫啊，很烫。哇，个香烧的面团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等下一人是4块。表情风哦。哇，了不起了。少1块喽，各位来宾。那个惠妹已经等不及了，惠妹要冲过来了。超会送的。因为我这个主题的切青菜。主题的切青菜什么时候？主题塔。对啊，塔香啊。对啊，我想说什么时候有主题啊？塔香哦，塔香伊比利猪。按钮去后 C 喽。是不是可以这么高？厉害！芙蓉食材都会变魔术的哟。真的，但是还可以是传媒群哦。嘿啊，伊比利猪哦，来。来吃这个喽，大家好。哇。好吃。塔香的梅啊，香啊，冻冲哦。我觉得这一块很有口感。嚼劲吗？这块油的那一块。筋该片。筋脑该。是咬得动的。魔鬼鸡该还有火锅啊，它外面真的会有一个焦香的味道。好吃，冻香。猪牛米冻香。如果上面不用茶米做的吗？其实了美做在改良讲，农机都会加东方美人茶，用水落去变豆瓣酱。豆瓣酱是按豆，然后去煨它，从日本的茶泡饭运煮来做。哦，是有茶香伊比利猪。当然个火锅的茶米表送。茶米做在拿来泡哦，可以拿来炸。做的。是粥锅啊。是粥锅哈。就东方美人的茶，一般我泡完的茶叶。泡的那个茶渣哈，拿来是油火锅，然后撒一点胡椒盐就好，这样还蛮好吃，清好食，很好食。从该泡出来的，茶叶泡出来。惠妹姐，要买，防腐水。你好吃都讲对伊比利猪嘛？你还可以吼，比某去用品种就臭味啦，感觉唔食起来，唔团款系牛呀，系猪诶。猪肉。我食幾耐啊？以為是個牛嘅雞牛肉哦。係豬肉係豬肉。係啊，係冇鮮牛肉哦。係啊，係牛是第做乜嘅？芒食啦。唔反對啦。靜璇覺得咧？吃到幾間肉切到凍好。
嘿，就會太細就嘟嘟好，嘿，就磨以後其實就色都非常好色。可以講有時間發做甜面鹼，冇時間發就是用高溫的油泡啊。氣炸鍋沒做對。哦，油會較燒。對，是很好。冷英姐有中醫嗎？有，都好食。真英不卡做有吃做困難。吃困難。睇下動漫儀啦，哈。啊，對，挑戰嘅分數沒動漫儀嗎？等於沒比啊。對啊，因為倆下重新開始哦，挑戰係偏少，係嘛？間歇比賽從倆下開始。對，冇唔錯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做下點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魯菜。上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咯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好咯，來到最杯米館，最終家頭前要講到嘅前輩嘅，一堆哦，全部冇準算嘅，因為是平手。好，沒關係。炒麵底下會有冇？我有冇？可以係風水帶來料理，而家就準備嘅菜名係乜嘅？客家炒粉腸。炒粉腸，哎，我們現場有粉腸的粉絲哦，都在粉腸也粉絲啊。對，好哦，哎，可以用這種簡單的客家米來做挑戰，特別講給師傅呢私心，嘿，因為我覺得有的就是盡量食材比較多嘛，對不對？最簡單的是簡單米頭就會養，好哦，最杯米館了，好食嗎？冇問題，哎，說不定讓每夜呢親戚們要看你一次吧，哈。然後大家講。有心情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哎，對面然後你加油啊！對面頂沙叫我加油誒！對對。好，實際下咧看下攬水大佬要買嘅好料哦，菜苗溫度。香標菜。五香魚香。魚香茄子，這個是快炒店凍仔兄會看到，但是我走出口血不簡單呢。對啊，哎，氣勢很強啊。對。選美比賽出來的呢，哦，最尾一關了，就聽我變起來哦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好，馬上嚟倒算，3、2、1，槍開始咯！沙開始。好，先來看粉腸兩位，哇，暗腸嘅粉腸。嘿，出隻用嘅龜條去蒸，哦，那個養分會唔記得嘿。不過姐姐，你給時間，你看我都沒線，您是nhà lâu cũng呢？鹽分吧，鹽分帶你對呀，鹽分啦。有時鹽分的東西都難講。安用來台灣幾多年嘞？27、8年嘞。27、8年。不錯，第一年就用陳太，唔係叫阿妹嘅。哦，佢而家阿姐。係。見面要來嗎？冇。阿女嘅係。阿奶嘅。那不是，因為我也覺得很像他弟弟。那是對面的，我去給用啥？對，用啥來？很像哈。對啊，那個是季璇的弟弟。哦，跟陳太完全長，髮型都整剪一樣。動牆。對啊，哎，陳太，我附近那部分啊。好嘅部分呀。你要附近那部分？用炸的部分。油溫，陳太，你要顧好油溫。要不要先測一下？走的。最高200C，那應該只要快速一下子就好，所以你要不要一起倒？你要快速過油而已哦。OK。粉腸就唔係用脆嘅，唔係用糖嘅。用脆它嘅，我點講？它難食啊！冇用。不用管它啦，扁該片就好嘞啦。它冇鹹嘛，你冇鹹，它冇鹹，所以用天鍋整。生理挺好嘞，生理挺好嘞。跟油表嘛，都是攞去向下整，而家出隻安尼整啲呢。出隻安尼加啲水，我加啲米酒，對。陳太知道啦，其他種做法就係之前講嘅冇用，因為見你要之前講嘅嗰種嘅係散嘅，哦，佢面嗰隻係要。3年呢，整到當年呢，啊，整到當年嘅話，其實可以比較久些，表皮有些擦擦嘅香味。這兩種做法係完全不一樣，完全不一樣。好，剛才立賢都等一下給我多轉來，我去安撫一下對面惠妹的心情。惠妹音蛋才會獨蓋盤，我懂你了。也還會唱歌，她出很多張華語歌曲、流行金曲對。張小姐，張小姐，張小姐，不要吹你。很多她又滾
叫做阿密特就会鸡呢。鸡嘛。这蜜特。对。哇。莫去牛去。带来一首3天3夜。不知道我们在讲。你的油温有到吗？对，要现款哦。我觉得没有160怎么的？太低了，太低了，应该先让你来够。惠妹会输。我来。这边有一个很怕刀子的经理。快点去了，离超远。第一场你手都怪切呢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应该是人生第一次拿刀子。你平常是那麦克啊，豆啊。嘿，拿麦克。你这拿刀位吗？我算第一拜，不过没某第一拜了。第一拜了。你是切按我们是哈。你要偷偷啊？哎有啊，第二名。够嘞，全部哦。好。差不多嘞。做得好，冰猫。做得吗？做得。啊，你还有豆瓣酱。豆瓣酱，该是另外的老偏向豆瓣酱摸孔。用白摸。你的意思说跟方哥用的摸孔？该相同用给他牌子哎。哦。有加滴滴的啦。来，现在你们先加，好，先勾一。好，帮你先加油哦。好，加油哦。哇。真都掐掐。没有油啊，跟边水有油。好。刚陈太，你最后生妈妈还冇改料理？佢做东后生。因为你下就穷下走鞋嘛，所以没带穷下。对，很幸福哎。你结婚嘛？刚结婚。刚结婚。恭喜！用你。今年3月。恭喜来英姐呢！马上会做阿婆哎，对吧？但最近有收到这方面的压力嘛，对不对？冇。来英姐，我很紧玩嘅。为什么？多一个人走在腾球啊。义工他还想玩呢。你的问题啊，顺了啦，对，上够了。陈太有28岁了吗？还没吧？对呀，你怎么这么快？你按走结婚了？遇到了。有人讲稳定了就结婚了。是长跑多年的。也3年。3年哦，长斗了。大学同学吗？没，国中。哇，好浪漫哦！那又怎么回去找到他的？有中秋节嘛，我们家会烤肉，所以他就过来，然后就。你只约他吧，其他人是加减约吧。说嘛在舅妈是有安豆咯。你太从草姜是就会是个姜马的蜜虫。来英姐怎么办？要是我们赢了，惠妹可能会拿菜刀哎。你该不会来英的吧？光明正大。中秋节嘛，我们家会烤肉，所以他就过来，然后就。你只约他吧，其他人是加减约吧。国中同学一起啊。哇，好幸福哦。好多电灯泡的概念。国中有喜欢他吗？2小无猜。啊，那时候是初恋。哦，现在快下了点，因为他们的很快就会结束。应该食材会做咧介绍，甲方便嘛噶。那个姜切的很厉害，然后蒜头、蒜拍，然后跟辣椒。哦，啊，甲说笋丝迄嘛。对，俩迄笋丝。啊，无该在嘛该。迄蚝油。好，叫妈先落去。叫妈先煸。老英姐都稍微煸一下就好。梅烟他夹出来最提色的嘛，像你都台湾嘛，他夹炒肉嘛。啊，梅烟的发的。青豆特色，我要讲唔出来。你最好吃的係乜噶？因为吹的东西，这都感密度好色了。哦。对啊。阿陈太，你现在为人夫了，2住班吗？好，老妈妈给我带走。妈妈煮。真的很厉害，你看25岁就获到世界的奖章哎。应该冇个下签名掉，佢全部炒體咧。土书冇懂杯啊。太谦虚了。好赶你，速度一夹。对，所以你讲，我太快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往前一点点，往前。我们这里在聊人生故事，那你在做人生料理。这个味道到炒台葱的，係咪差不多？差不多，它冇按水啦。我觉得这一定很好吃哎，那个姜丝。说嘛个姜妈是有按豆。你
菜虫炒姜丝，就会是个椒麻的米汤。你还会当那些夹在姜丝对，而且姜丝也是油油哎。跟青火色跟姜丝。来英姐怎么办？若是我们赢了，惠妹可能会拿菜刀哎。你该不会来英的吧？光明正大，光明正大。我要看肾孔该片了嘞。你的九层塔还没加呢，还没跟磨一下，给它先掉出来了，你啊。好，要做得嘞，做得嘞。做得嘞，嘛，哦，肯定做得。講嘅都講好。唔過吼，因為點解真動力婚呢？講到一個我選啱不主持。對啊。你現場看過啲主持嗎？有吧？好有啦，下後有啦，你當初唱，點會唱呢條？點會唱呢條？呢條五毛經濟。呢個係隨為好咧，冇人過講過嘅。有一年真係成個。哦，好咧啊哈，唔好咧啊。阿弟啊，做咩嘛？做法。媽。好來。倒數。現場馬上來倒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我馬上來試試看下最尾一關，那部卡米是卡站的咯。來，本期改革送茶。哇，哎，2道菜光看這個色水就提供，非常下飯吧？嘿，非常的客家。對。好，啊就準做喜酒啦，哈，慶祝成泰咯。來吃這塊粉絲料理，你們要吃它的薑絲，拜託一下。對，因為粉蔥不會硬硬，糊塗紅。沒錯，它就是剛剛好，又不會太軟，要不然咬一咬，然後就可以吞下去了。很好吃，剛好食。佢咬起來真嘅唔會太硬，係嗰時候就當炒飯。誒，錯，就冇盤啦。誒，你睇上係硬硬線提一擺嘅是叫馬絲炒，嗰種台蔥嘅放些來炒粉蔥。哦，這個配飯。說就會配飯，炒飯。它是咯，對。我應該特別嘢咩嘢嚟嘛？好，沙丁蝦咧完全攬水嘅魚香茄子咯。該行啱冇吃。剛剛冇吃蜜桃哈，我讓你吃看看。好吃，好食。還冇吃哦，還冇吃哦，我沒有吃。而且睇下地毛，你要出菜哦。好吃。這麼成熟，係惠妹姐甲蛋醬哦，是3年看食譜愛用學起來嘅。感覺吼，伊邊度未塗好，Q 了嘅色未凍好看。一般來講，魚香茄子係沒冇撈油蔥酥。冇。它這加的我有加油蔥酥。對，這就是老跟你的母 Q 的手菜。對。對嘛，我懂你。我老公很喜歡吃啊。你老公是這位帥哥嗎？對。哦。老阿公啦。老阿公。老阿公。睇下這樣版。好食。油蔥邊都脆脆的，吃到有口感。Q 加慢。競選加火種樣版。應該吃到倆真嘅係佢做嘅算愛心嘅料理，因為以前細個時間冇食過佢做過倆頭料理，但係因為我家公年紀較大咧，他生八屆就生唔到飯，啊佢就研究嚟倆頭料理。真的。所以你跟他講哦，老阿公是在曬恩愛啦。老師等一下就讓幫你送來，幫你浸一下，浸一下，好不好？惠妹姐，好，大家都非常期待，最後先至用樣乜咧，莎莎來看哦。十分緊張哦，2出料理都係按經典嘅客家菜，都帶有種感覺呢。師傅上腦筋呢，風吹搶半分數。慢步，這個慢步呢？好。撒下來哦，唔但搶攬嘴緊張天天，阿公也很緊張，阿公最緊張。對，我們這裡也害怕。阿公等下會變衝出來咧。阿公，阿公現在在書畫，我有看見。有。好，來看一下攬嘴得到幾多分？要照清。好，照清，而且要清2下。2下，因為差1分要清2下。對，沒關係。2個。先不要生氣哦，菜刀先收好來。亞兩樣菜其實係完全冇同樣嘅米食嘅菜，但是佢兩片做嘅菜攏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異曲同工之妙嘅地方都哪呢？就係比如講鴉片，姜嘛是嗰種一撈出一些米食當蔥，但是呢皮下嘅分上可以整個又整綜合。鴉片咩係香料出來要按下較下一些，但是掉出來撈起嘅時候，我又知道有嘟嘟好誒，所以我做人家異曲同工之妙嘅地方係都要，所以我
两片都冇扣粉，但是还有一些建议，就是讲鸦片开始讲，人家粉肠要1个月吧，莫别按炒，冇做唔好整较烂地位。可能咬咗會冇硬，因為佢人體有硬一絲絲咧，好，一絲絲嘅甜甜。人家建議，鴉片嘅話就係掉出嚟留起來，炸過嘢留起來。可能有少水嘛，來淋一下，較冇油，冇做比較早地位。因為這段時間盤內帶還係有一層油，讓佢一些建議，謝謝。好，放過。好，那麼分紅對紅過分上乜事講吼，一條食落去真緊袂挑。係哦。加分從那個姜媽絲炒到嘟嘟吼，真緊食到凍到嘅口味碟，在口腔裡面有該調味嘅感覺吼，然後做凍啊，你一片真緊講。凍打上去甜，應該油葱是係加啲粉，唔過是嚟講吼，好嘅是隻油粉坦白下過對不起下，紅起來熟好咧，是唔會按油啦，因為應該食到凍好啲。係啦，係哈，係啦，是按用兩片。我看我就用蒸。哦，蒸哦，其實兩片自己做落都凍好啦，哦，希望感謝。謝謝謝謝謝謝廚師的，謝謝。其實傅公發做乜建築？好，馬上嚟出來頒獎咯！好啦，今日睇下知道有好高嘛？好高！成績已經出來，風水總共得到8分，南水得到7分，先來恭喜風水第1名，3000元嘅加菜機。好，3號來了，咱出嚟要得到個禮物的量身打造，因為競選走主青音啊。微笑的笑容動重繞來，韓國的5段式音波擺正牙刷，那麼為惠美姐準備嘛個咧，都蓋攤細讓嘛個，盔甲不鏽鋼刀具組。先不要拿出來用哦，按天體接咯，回家再用哦。恭喜恭喜！好，先來下來迎接啲拜參加鬼感書心得用啊，然後睇下講咩啦，每一呢鄉親朋友睇下講一下。哦，心得咯，哪邊冇上到我再第1名。好啦，就反正出來，你也是蠻開心的。嗯，好，上電視台先從草出呀，係第1擺。係啊，能排喺講人嘅每日咧，親戚來台灣，都可呢都了解下咩，做啲手機就來了解哦。好啊，做得，做得，冇問題。好，恭喜！陳太按恭喜哦，喜上加喜哦。今年有張結婚做做老公啊。爸爸很忙啊，我蠻會預言的，我蠻會預言的。對，今年底哦。對。太快了。好，咁今日參加嘅心得，老太講一下。首先我冇懂會講客家話啦，唔怕講都懂好。來這裡參加就受邀來這裡參加是我們的榮幸，對，我們也很開心就來到現場，對，然後認識大家，然後一起比拼廚藝，也沒想到可以拿到第1名，對，謝謝。恭喜哦！就算製作單位包給我們陳太的紅包了啦，他們自己爭取的。反正我們也沒有被受邀，喂。哇，3號來哦，今天的顏值擔當競選，今日啦阿婆強下，談講係第1擺強下主線，主菜，該感想係乜嘅？我知道笨蛋吼，我上過啊，就帶接落來吼。喺佢夫妻煮啦，係夫妻講啦，冇想到咧煮飯俾佢煮，花俾本佢講睇咧，將你堂堂嘅花，同感謝主持人吼，工作人員，本來就按嘅機會。謝謝你哦。最後我們的壓軸，今日做到水醬誒，唔但講三府醬醬，該海蚵哦，咪凍醬透明的呢哦。即係俾我倒水很耐好麼？哦，味道係兩兩人啊，全部嗬不然不冇水。關係啊！哦，咁呢個女人家到睇睇價格按熱情，這麼親切，係咪係來？好喲，行業哦，來，禮物不要，立刻要老公。好啦，進別蓋，準備兩個人，抱就好了，謝謝，新夢姨哈，大家，新夢大家哈，大家公。
上罕有罕艺术嘅机会，因为大白来到一家自主的来宾哦，都会眼神动特别的经验，所以我觉得利用节目虽然是一个莫暗冲，但是我觉得创造人生难得的回忆，这是最棒的礼物。什么大家好，今日来到节目当中逗闹呢，故事就唱安样啦哈，有请你呢，就得带几部卡人跳下来，有一个录音嘅好回忆，本人永生难忘。系啊，水母会分享所有好朋友，共下来报名参加，一家之主。你下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